早晨，各位朋友仔，晨早流流帶大家睇間好嘢，但係比較樓齡耐同埋佢個層數係比較高，因為呢個呢係唐樓啊，喺香港嘅唐樓即係冇電梯，加上佢係頂層，咁佢好處係咩呢？價錢好平，同埋連埋個天台，呢個價錢如果連埋天台就真係震撼價嘅。OK， 樓齡佢就係40多年，一聽到係咪覺得好耐？但係如果你睇翻香港嘅油麻地、佐敦、旺角呢啲市中心嘅地帶嘅樓呢，都講緊50年起步，而家仲住緊，仲賣緊600幾700萬。我呢度係洪水橋，屬於元朗區。咁呢個面積呢，我冇記錯就係320幾尺，實用2個房1個廳，咁一個正方廳2個房。咁佢係算係我開頭以為佢好殘，但係呢，佢就唔係太殘嘅。咁而家俾大家睇一睇。我而家企咗喺角落頭位影俾大家睇下，一個正方廳，跟住啲人話：我留意到有少少下邊有漏水喎，有係嘛？係真嘅嘢，我又唔會呃你嘅。咁但係你再留意下，佢已經係補咗，同埋已經係落翻灰去整翻，只不過個油漆面冇做到啫。OK， 咁就個廳咧就嗱。我淨係個廳，我就一路去影俾大家睇下。首先個廳，呢個窗就冇嘢睇啦，對住啲喉一定要落窗簾啦。咁但係佢個廳咧係好光猛嗱，冇開燈㗎，冇開燈啊，重新係冇開燈。呢個單位係望住內園景啊，見唔見到？內園景 ，OK。咁呢度。我另外一個角落頭影翻呢個單位啦，咁你就知個廳有幾大啦，好闊落嘅，好實用。咁同埋佢個樓底都高嘅，最少有8尺，8尺幾唔知下，又唔會去到9尺10尺嘅。如果唐樓嚟講，佢算呢個樓底算高。咁呢個就係廁所啦，普普通通，係嘛？洗手間見唔見啊？企理乾淨㗎，啲裝修工人又有嗰陣冇喺度整到污糟邋遢，好企理骨子。